你真正在意上帝的命令，你若要活出迄款，你真正遵守上帝的规定。犹太人啊，才是上帝的百姓啊，你来去注重，爱看到人甲人的关系，人跟人的需要。所以咱真正若读新约，看四福音，看到耶稣伊的表现，耶稣基督伊的一个典范，最清楚的所在，就是伊常常伊时时看到人的需要，看到人的需要。好，你若去看五饼二鱼，这个耶稣行的先知的时阵，尤其是马可福音，你就看到耶稣讲，伊出来，伊看到遮侪的人，那亲像羊安那，无牧者在顾，才讲到耶稣的心安那灵敏。伊就看到人的需要，耶稣伊一直拢看到人的需要，伊要照顾人的需要，那个强度甚至于高过遵守律法。各位看这基督徒，咱一定要抓到耶稣这款的心态。他说，写在圣经的上帝的命令，比不过什么人的需要。耶稣看人的需要上重要，所以耶稣上刁工，耶稣刁工的，大家拢要伫安息去做代志。你讲袂使，我就要做给你看。耶稣是很故意的，伊要伫遮的例子黑面讲人的需要，关过上帝遐的命令。意思其实耶稣要表达的，他是要告诉你。去照顾到你四周的人的重要，其实才是上重要的命令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命令。其他的展现在宗教活动上面的这些规定，咱若抓袂到伊的精神，抓袂到伊的原则，耶和华上帝敢若一句话，伊讲我八成，我厌恶这些作为。你讲哈，我遐尼早起来做礼拜。上帝讲安那，较早嘛，转来，搁困一下，是不是？各位看这，不是，是当我们的宗教活动，当咱的所遵守的宗教的活动，迄个背后的精神甲意义，去互无去啊，当走无去啊，甲咱的性命无关系的时阵，咱所做的一切，耶和华上帝讲，伊八成，伊厌恶。他不喜悦，所以各位看这，咱爱去反省咱所做的一切，常常甚至于可以反省。个人教会咱的主日礼拜，这个过程每一个步骤有没有意思？有没有意思？若无意思的，当然啦，就可以删除了。算了，明天做礼拜，全部删除。我们要知道它的意思。我们要知道背后的精神，我要看它的神学的意义是什么一回。咱若唔知，咱来讨论；咱若无了解，咱就来三问，来辩论。恁来啥？咱三个来辩论。咱透过这来学习，互咱所做会真正变做真正有意义。毋忘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。毋是咧对咱所讲，毋是对咱今日的基督徒来讲这个话，因为咱知，咱所遵守一切宗教活动，其实咱清楚伊精神甲意义是伫叨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